这个海线有一间病院引进到3台单人高压氧的治疗舱，就是要让癌症甲烧烫伤的患者有更较好的治疗甲照护。2、1，使用典礼开始。 高压上诉治疗中心正式启用，未来透过治疗中心的建立，会使协助癌症、烧烫伤甲慢性病患者康垂治疗。经过治疗，喙腔癌控制了真好的肾腺氏，特别讲起伊的经验。经过高氧的治疗之后，慢慢的改善。前后已经10几年了，那现在只要做起正常都没问题。 医方引进3台一人用的治疗舱，让患者倒入这个治疗舱内，数日比平常时空气中关出8倍到15倍上诉，提高浓度，促进心血管的新生，来活化受伤的组织。 现在有了这个单人舱，因为单人舱其实它不需要戴面罩，他在里面就躺着，很舒服的在里面接受治疗。对，这其实对这类病人其实帮助很大。即马有这个一人用的治疗舱，独立的空间，让患者更加舒适，嘛会使有效提高治疗的效果。